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23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这新闻头起先来看早暗8点40，台南嘉里是发生规模5.4的地震，这台南的震度5级上介大，嘉义关甲分林是4级。伫地震中心嘉里遐，就有人家厝受损，3人脱离。也若是高铁受困的房车，因为这地震临时停车，或者是车速减慢。气象署就表示，未来这3天无排除有规模4.5以上的地震尾，亲像到今日透早5点半，尚无就已经发生12届有感受到的地震尾。一开始火警害一个，说落来就愈摇愈厉害。熊熊来的地震，甲家顶的一寡物件拢摇甲落来，店内一寡人客拢惊甲赶紧走到外口去。22暗8点40分，台南市嘉里区发生规模5.4的地震，地震的深度只有7.7公里。刚要哄睡啊，然后它突然就晃一下，然后我们就出来了。离震央2公里的民众徛街，砖仔家家铁皮拢落来，有3位大户脱离，大众运输也受到影响。因为地震，高铁本来速度正紧的列车，速度成放慢，要归来停来。因为熄电，车厢内暗摸摸。由于地震的关系，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敬请见谅。地震发生迄当阵，月台顶有人伫咧等车，高铁是依照地震应变的作业程序，但地震无摇了，每一台车拢是速度放慢伫咧驶，每一个班次拢有前流。地震发生了，一直到8日透早5点半，发生10几遍有感的地震尾，大家爱提高警觉，有防过再游。主要震度集中在嘉义，然后再来是嘉义啦、云林有4级，从北到新竹以南到高雄屏东大概都有1到3级的这个震度。预期呢，在接下来的3天，可能还不排除有规模4.5以上的这个余震发生。看以前的资料，台南嘉里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较少，气象署会继续注意。因为发生地形破裂，最近阁一直落雨，所以民众要去山区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台南的消息，国道1号台南新营就北的路段，昨下晡5点50是有8架车拢做火，造成8人着伤送病院。根据国道警察初步的调查，是一只半连起来的驾驶怀疑是精神无好，才去弄到头前的7只轿车。迄当阵，这现场是塞车塞5公里远。拜五尾仔晚5点50分，国道1号上北289.6公里新营路段发生一件8台车相撞的严重车祸，有7台轿车、1台大货车相撞。车祸现场车内物件是压甲规涂骹，有2台轿车是规台变过，车壳拢冒气，互人看到真惊。台南消防队出动10台车、21个人来救援，现场有6位驾驶、2位乘客受伤，好佳在拢3遐人。受伤的人是分别送去柳营奇美病院，一个麻豆的新老病院治疗。这件车祸也造成后边的车塌到要5公里远去。本案为一部半连接车，疑似精神不济，追撞前方于出国减速车道停等之7部小型车。造成6名驾驶及2名乘客，总共8人受伤。8部车辆驾驶人酒测值均为0。暗时8点，车祸现场拢已经清理好势，车流也恢复正常。因为车祸原因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阁有看什么道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来看《中国时报》，这入秋以来上强的冷空气就特别到地。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拜6礼拜这天气是有较暖和，会较回温，不过后礼拜是有这强度逼洼大陆冷气团顶级的冷空气到地。这上冷的时间点，预估是伫咧后礼拜4透早，可能会到13度。北部、东北部也有东南部的山区会落雨，对后礼拜3开始是对湿冷转做大冷。而且对后礼拜5开始，虽然有小可回温，不过就连面阁有另外一波冷空气要来，正是惊是寒冷的冷气天气形态。刷落来看自由时报，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届的元首外交，11月30到12月初6要出访，要去
躺平的三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鲁甲帛琉，是5望会当达成智慧永续、民主永续甲防疫永续3个目标。上尾来看联合报，行政院是宣布劳动部长何培山正式核准，由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洪新汉来接管劳动部。也若是这不分区立委的课，是照顺序由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传来报。这总统热称就是搁再针对劳动部霸凌的案件来回释的，嘛要求讲是要严查严办，幸福死者甲因的家属一个公道。首先，我要再度向日前离世的劳动部同仁表达哀悼以及不舍，向家属道歉，严查严办，还给离世同仁以及家属一个公道。赖总统搁再为前劳动部劳法署北分署长谢义勇牵涉工作上欺负案件核实的，强调行政院已经采取果断的做法来进行处罚。那谢义勇2大高以上顶界，劳动部长何佩珊也正式核准。赖总统认为要避免相款的情况搁发生，除了中央带头，行政院检讨各单位这种反欺负的机制，地方政府也要同时来进行。霸凌是公司单位都要面对的严肃事情，中央政府要以身作则。同时，行政院也应该要积极检讨当前各单位的反霸凌机制是否周全。赖总统强调，未来检讨法令，建立完善的制度甲顺畅的沟通管道，希望sẽ阻止工作上的欺负。不过，国民党立委更加希望立法院会使针对这个案件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更加多真相。今天组织调查委员会是万分当中的无奈，但谢义荣他不出来，他不出席。他不接受调查，你能拿他怎么办？那针对劳动部这个个案，因为调查委员会势必是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已经有其他司法权跟监察权的调查中。立委吴主要认为，会使采公听会、听证会，也是委员会层级、议会层级的专案报告。民进党团支持合宪合法的监督检视，民众党团是希望促使公益甲法备案的人保护法过关。吴妈妈说：“政府不要再官官相护。”还给我儿子一个清白，促进廉政的政府、廉能的政府，而且要提供揭弊者应该有的这个保护。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拢关心工作上的欺负。立委黄国昌讲，党团向台湾社会答应，本会期一定会通过教法备案的人保护法，和检举的人勇敢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劳法署北分署一个姓吴的公务员，是怀疑去互霸凌行地路死亡。去互指控霸凌的事主前分署长谢义勇，是家己拍一块7分钟的影片回释的。劳动部表示，是会依法听发相关的人员，谢义勇停职移送监察院。检调长是指挥调查局去劳动部调资料，这姓吴公务员的家属嘛透过议员发声。望知影讲，这工课到底是出什么代志，有什么压力，才会造成因的亲人行地路。劳动部的霸凌案件是加出真侪其他机关的员工，讲因嘛去互欺负。真像这卫福部即阵上无是已经有一个组长、2个司长受到指控，即阵各媒体点出另外一个司长可能嘛有嫌疑。卫福部的处长李建德就表示，案件正在调查当中，结果是统一伫咧11月29说明。针对外界关心部内的霸凌事件，目前已有具体指出霸凌状况的首长，我们也都已经展开调查程序，同样也会在1周内跟大家报告调查的进度和初步的结果，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来调整部内的互动与沟通方式，还给同仁更友善的职场环境。也那台北市社会局的新长科嘛表出哪像有霸凌的情形，2个员工是指控因的长官敢让敢骂过写公文，互因的压力实在真大。这社会局的副局长就表示，已经启动关怀机制，嘛甲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形，上紧12月中就有调查结果。他平常就是会恐吓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现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样是会觉得很激动、很害怕。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特别若去上班，想到上礼拜顶时却未调就发生地日子真歹过，互这边指控顶时霸凌的台北市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情绪真激动，讲甲强要流目屎。他们对于新进同仁的施压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不到3个月就离职，就是因为每次都会被大声咆哮，然后摔公文就是从人手上接过公文之后，就直接，然后就丢到桌上了。有很多同事有跟我倾诉说，他们也是有失眠啊。然后晚上睡不好，都是从太焦虑的上班环境引起。有2位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指控，因所属的董事已经派声拍来指控部下工作做不好，影响别人。情绪激动时阵，也会写公文，互因伫上班的时阵压力正大。伫之前，伊也捌透过市府的 IRS 通报系统，也无因为无法度将申诉转到其他的单位，造成申诉无适当的回应。这回因由市议员陪同开记者会，希望会让停止主管污言不得，和这场的环境变作较优先。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因为适用这个公务人员相关的法规，然后就因此剥夺他在职场上很多这些应该要申诉或是应该要保障的权益。有接过这样的通报之后，我们就立刻启动关怀小组来介入。我们也约定好，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来跟他当面的确认他的需求。所以目前我们在程序上面是完备的。台北市社会局回应讲，15接到通报了，一切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形，按算上紧伫咧后个月中就调查结果。调查期间，为了要避免影响心情，当事人会当用请假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应应。因若职员指控的超时工作，目前社会局已经伫咧组织收编，希望以后的工作分配会当更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昨日本是9比6赢委内瑞拉，日本2连胜。也那咱台湾队是8比2打败美国。这个表现真精彩，台湾队长陈吉宪伫咧对美国迄场是去互球击到骹，伫第5局提早退场接受治疗。伊本人是表示，若是这身体状况无问题，今日对战日本是一定想要上场的。这12强赛事已经要结束啊，因压6点，第日搁再对战。咱是派王牌投手林育民来先发，要争取入冠军赛机会。替台湾选手来集气，要打败美国，当家具当外口的台湾人有够多，连日本的民众拢加入，家己做台湾上用的步调。我们是从澎湖过来，我们本来来京都赏枫，我们刚刚新干线杀過來的。台湾が大好きな方です。比赛进前咧练习的时阵，台湾队的休困区出现一粒充气的18刀啊！原来这是郭俊麟收到要将送的礼物，中间的人员替伊加工，将2面的6变作6面的6，希望投手野手拢有等到6个时阵的好表现。结果全场14支安打，投手群拢总干那落2分。没有特别想的，因为昨天的阴霾，然后再影响到今天比赛这样子，想要证明自己不是没有那么糟糕。一颗一颗投嘛，一颗一颗来这样，因为家政学长也有跟我讲，一个一个来这样。相信我们的勤收嘛，然后去了解每个投手，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就是想出哪个球路。我自己蛮开心的，因为其实自己有时候也幻想过会不会赢这些强国嘛。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就像教练他们说的，我们写了一篇新的故事，然后新的开始。8比2大赢美国，不过陈吉宪复球牵着脚，第5局提前退场，赛后简单治疗，嘛是有正的感觉。主要是看明天啊，那明天如果还 OK 的话，当然就是我一定会想下场。那今天看到大家表现这么好。我真的很感动啊！就是在场下看也会觉得很激动。对于赛甲打手感上好的陈吉宪讲，只要状况会使，对日本一定会上场。还有2场比赛，大家爱趁这股气势来赢比赛。8比2打败美国，其实就像姜昆宇所说的，团队创造了历史。而23号晚间，中华队就要再次对上日本队。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世界棒球12强超级循环赛，将台湾对阵美国是8比2的分数打赢美国，是这咱的成棒21年来头一回战赢美国，互咱全台湾的球迷拢真激动。除了有热情的球迷是拼去日本收听，咱台湾各地头嘛有袂少大型的转播活动，亲像中华管府就伫咧美术馆头前转播，甚至佫有传空肉饭、爆米香，要互大家佫较有气力，大声甲台湾加油。
囡仔人欢喜甲跳起来，比出胜利的手势。世界棒球12强超级循环赛，22这天由台湾出战美国。台湾选手精彩的表现，以8比2的分数拍赢美国，球迷拢真欢喜。大家拢是100分的，无人咧99分的。今天与美国11年首战，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前进冠军战，耶！今天我们发空霸本哦，赢来就送哎！明天我们很期待说会发什么东西呢？让我们继续赢下去。世界棒球12强循环赛，中华县政府伫县立美术馆头前举办转播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看比赛，挺台湾。现场嘛袂少青少棒队的学生来替家己喜意的选手加油。我喜意的球员是陈杰宪，因为打击的动作足水的。我家己嘛拍棒球，所以要来甲台湾加油。拍棒球4年因为我有兴趣才会来拍棒球这个机会会使来看这棒球比赛，真好。这次活动，然后可以让我们的选手有更好的经验，透过荧幕，然后去了解中华队他们的一些临场反应跟表现这样子。台湾刷落去伫23暗时要出战日本，阁有24上尾港的比赛。中华县立美术馆头前拢有转播活动，现场也会传食物，互大家有气力，大声替台湾加油。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新竹母语团体专工带囡仔去新竹动物园，透过活动熟悉动物的台语名，嘛提醒这囡仔保护动物的重要性。你马来看卖，这间好大的所在内面有啥物物件无？石头、树啊。囡仔用台语回答动物园内面有啥，佮透过观察，甲看到的物件写出来。说动物园讲台语，唔那趣味，又佮提升囡仔学台语的兴趣。动物其实是囡仔做介意的，系啊，这囡仔介意的动物，咱老师来带领囡仔其实会做无形当中，就会使搁较明白这动物的台语名。伊感觉较自然毋是讲咧强迫伊爱去接触台语。像囡仔，因为伊其实拢是惯习讲台语，所以对伊来讲，其实参加台语的活动是足自然的。主要是要互囡仔来动物园内面看看，这个动物伫内面是带了有关系无？阮会分组互囡仔去家己去找找，用较生活化的方式，互因去用台语去认捌动物园内面的物件。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推广母语，特别带囡仔来新竹动物园，除了用全台语紹介動物，也互大家認捌動物園內面動物所在的環境，希望在保育中創造出講台語的環境。平常時攏是帶囡仔聽故事啊，無就是入來動物園安尼細節就出去了。今仔邀請到一個老師，伊就會使甲囡仔做伙用討論的方式，大家會使更較了解動物。对，囡仔學台語嘛會使較順的安尼。主辦單位指出，透過趣味活潑的方式，讓囡仔在自然的環境學台語，唔那無壓力，更當營造出輕鬆的台語互動氣氛，效果確實袂歹。記者狄君豪新竹報道。台南有國校咧推實實用教育，不過這市區空間有限，這個綜合國小就結合民間的資源，用貨櫃厝來做實用教育教室，教囡仔安怎煮食，而且佫有結合母語課程，了解在地食食文化。學生囡仔正做總鋪師，款料煮食攏無問題。今仔日因特別煮一出菜互大家食。這個環境若無講，也準是佇教室。其實這是貨櫃厝內面，因為校內空間有限，綜合國小結合公司資源，將貨櫃厝打造做實用教室，將健康飲食的觀念向下定根，培養囡仔食肉素養，教因安怎料理參小食的觀念。款雞翅、魚啊，還有高麗菜。咱教囡仔來做烹調，促進伊伫厝內嘛會當親子做伙來煮食咱家庭的和樂以外，囡仔以後若出國來講呢，
相当重要，因为恁国外食的习惯，所以啦，该咱家己煮的时喏，下口味，佫会当结交足济国内外即个好朋友。这间合作满心欢喜的教室，唔单单主教的功能，学校嘛成立课程推动小组，按算要伫5、6年来安排问题导向的学习课程。另外，伫校内的台语课嘛拍破英国的教学方式，实际教囡仔来遮练捌国际的相关俗语。教室上台语课，我感觉足无聊的，但是伫遮上台语课一边煮菜一边学台语，我感觉真正足趣味的。伊每一个礼拜拢有一节课，会使互伊来遮简单，伊希望讲伊伫毕业进前会使煮一个便当盒啊，等于互因老爸阿母。物件好食嘛要注重咱家己的健康。台市教育局首创中岛前5分钟的影片，由营养师开发计共152部影片，用趣味的方式来宣导正确的饮食观念。校方讲未来嘛结合这，甲食育教室发挥到上大的功能。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对伫咧台湾的新住民来讲，煮好食的故乡料理嘛是信奉故乡的一种方式。家己关社会局就用食食文化做主题，邀请这新住民的家庭做伙煮家乡的料理，佮把这过程拍做纪录片，除了是鼓励这寡新住民朋友，嘛互大家熟悉因的文化。那煮料理，那讲迄当阵拄过来台湾的故事，纪录团队用镜头把这的内容翕落来，准备要来做一出纪录片。希望鼓励其他的新住民会当勇敢来展现因的传统。有在来台湾是24年了，可是我的梦想也是很想要让台湾人接受到我们柬埔寨的美食。我很喜欢做料理，虽然我知道料理做得很辛苦很累，但是是我的兴趣。为着要鼓励家己县的新住民会当尽量来参与社会，家己县社会局配合内政部移民署，邀请10外个新住民家庭，用分享家庭食食的方式。唔但互因讲家己的故事，嘛互人知影新住民伫台湾会拄到的问题。我们的姐妹不同的文化，它也可以代表我们一个家的传承。那我们会希望把这个意义带进去我们这个影片里头。家己县社会局表示，目前家己县内新住民的人数计共有13000外人，这些人拢是农业甲渔业主要的生产力。这个纪录片透过食食文化来传承家庭的记忆，除了展现多元文化的包容，嘛希望培养新住民的自信，互因更加融入台湾的社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公司台语台已经5年啊，因暗6点要伫咧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举办迄时即时上当时演唱会，感谢乡亲一路陪伴台语台成长。现场的演员是用搬戏的方式串联故事，佮有10组歌手的小耍就台演唱，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唱入心肝底这条台语经典歌《天顶的月娘》，资深音乐创作者潘宏烈作词作曲，浪子嘛有柔情的一面。潘老师做的歌，逐条都感动人心。还有台语歌坛大家称呼漂亮宝贝王水霞演唱的用心等待你，同款互众人听甲耳仔啪啪啪。公司台语台庆祝开台5周年特别办演唱会，感谢乡亲朋友一路的支持。5年前台语台开台是伫咧基隆港边，即阵转来南部，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23暗时6点，迄时即时上当时演唱会，免费互民众来听歌。5周年呢，我当来参加着即个迄时即时上当时的演唱会，我感觉足幸运的。感谢恁的支持，感谢恁的爱护。这是咱的母语的，袂使去互放袂记哩。加听台语歌嘛是一种方法。其实即马有真侪少年囡仔吼，去做台语歌吼，会拢真好听咧，吼袂输阮这老板的咧。5周年台庆演唱会，毋但有高雄独立乐团石强武士、彭胜杰、王玉君，也阁有黄灿良等等10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搁请演员黄尚豪用戏剧来串联所有歌曲，就那一块卡拉放的拢是咱人生的迄时、即时、上当时。记者民警罗维泽高雄报道。咱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
部地区18度到23度。中部地区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6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平安顺心，再会。